欢迎收看《后上开上歌》，有他开大歌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啊，中国腔海老后上人大在鼓了。唔知大家会有安尼嘅想法冇？就是人嘅生活地度，听说有事情，按样行做，唔系按样行去安排，按样行嘅习惯，唔听错，你就会尿尿笑笑，吃到鬼日就冇爽快。比如讲有日当日早晨放起来，听说先4比咖啡，今日将转到开始。有日喺鬼天之下，7点放床，9点做运动，12点加一天爱食到当猪头嘅饭，按样行其他嘅人生按到顺顺利利。今日有請到嘅6個後生人，同大家聽下嚟分享一下，佢哋嘅生活地度有哪條習慣去聽出，攞去做到嘅哦，眾場分享。之前老師嘅都係阿志怡。大家好，我係馬街同事啊，都一定會分類好嘅阿志怡。哎呦，喺講冇分類好，人嘅人生咩冇分類咧？冇分類好，我就會吃到尿尿笑笑，就冇辦法過下去，就會死。冇。講到按樣錯，好，謝謝，好，我冇法度接受按你嘅想法。第一集老師嘅都係你家。大家好，我係太太細細，今年都聽彩慶祝嘅你家。佢就係希望永遠記得佢。公主啦，我就是儀式感女人。女神經病，你們家什麼公道？董浩發錢啊，董浩發錢。還有第三集啦，下小計聽咗係倆熱攝嘅主角，係鍾伯強。大家好，我係無論乜嘅情況都非常重要嘅設計嘅鍾伯強。強迫症吧，是自戀的部分啊。很超主題咧。冇，佢冇來唔錯，因為家嘅自戀就係家嘅強迫嘅行為。冇錯，佢講佢冇強迫自家係自戀，他就不知道自己生活的意義。知我者莫若阿中骨呢，是不是？我不想知道，怎麼辦？好，第一集找到誰可以睇阿應真。大家好，我係無論乜嘅東西全部都係綠色嘅印證，你戴綠帽算了，還是這樣？你冇故事未冇？等一下，當然問佢做乜嘅佢好搶色綠色，唔過佢會做咗藍色，係乜嘅意思？好，等下讓同大家。有那冇咩係無色嘅？佢咁好怪。那你的頭髮有分類嗎？長的短的？好，嚟點點，再來點。聽早啦，所以佢就係阿路易。大家好，我係魔法圖元素反應做嘅阿路易。魔法圖加速反應做，我相信大部分嘅人是係用佢5個彈鋼機動巴，等下來看下到底要幾巴哈。最尾啦，首屆都係後先。大家好，我係全門熱天我台到三順海爾嘅後先。哎呀，要簡稱蜈蚣了。對啊，我是啊，我不是就是後生公蜈蚣，後生大生公蜈蚣嗎？我是才沒有想鬆。你是後生大蜈蚣的。問下大家，有哪道習慣你係想去改，沒改唔得？阿志怡，我有隻習慣真係非常嘅強迫症，就係當日我都會洗頭那麼。動出來吧。睇我頭有動詞，唔過有對洗阿妹，佢可能會今日這樣洗頭，比如講應真啊、李家啊、路易啊，可能對啊，其實當日唔好誒，冇錯。頭皮唔好，係踢雜冇錯。跟住我就想，其實真係唔是單日洗頭那麼，唔過我要改唔睇一隻習慣嘛。有一班因為去年嗰陣時確診嘅時候，就係前幾年，我記得我趕到嘅烏卡地嗰度，我趕到深夜。嗰陣時我就想，點解深夜啲烏卡度，我做乜嘅我單日洗頭那麼，我按槍哩。嗰陣時我想，好，我就試看咧，我就可能2-3日這樣洗一擺頭那麼，結果天日我就都唔掉咧，因為我就會洗唔脫。後來我就算了，我係單日洗頭嘛，然後好咧，我就冇辦法，我就剃槍哩咧，剃香咧。你有可能係咪可以出嚟？嗰時有當日洗，你做你就唔會啊。我就香公主，好冇？好，謝謝。準備好吧？還有我一隻習慣係愛做些當紅啊，尤其可能你去天台當紅啊，可能一隻節目一定會搬一隻資料夾嘛，跟我有一隻
非常洋葱的片黑嘛，该按到动安动命强白针。其实呢，就会可能你要在节目后上台上讲，就是在档案的资料夹，再过来呢，今年要在后上台上讲的动安嘅资料夹过后呢，底部都有本动有哦，因为些音乐嘅资料夹、晚上嘅节目嘅资料夹、行忙周体节目嘅资料夹，还有补助节目的资料夹，懂。再看今年底部都还有本都懂有，那个片头啊，还有那片头的干话，那全部都会本都懂清楚。你讲酸嘛？因为上当会员工嘅节目动斗啦。其实我这里就会最大送天台容量给你。爱迪，你唔单像大送天台的能量，和大送世界嘅能量。不过对于管理的角度，像阿自己家是本都按 U N 点都在行政程序上是会浪费的。点都因为本都挺油嘞，有相信？我不觉得，你有相信都在轻度戏。他在图书馆有欠人给放，还是有讲阿自己以后啦，那你们有一个问题，因为我去家请不到，不过我唱配上你天数，配上你请不到。你好适合设计迷宫哦。我做的。给你家，你自家来平常有那条习惯，还听说一周到。来出黑大家记得咯，我11年27号生日，耶稣的孩子要记得帮我庆祝。什么叫耶稣的孩子？耶稣还该你出世给老弟啊？耶稣冇生日的吧？我生日我自称暗用，冇啦，不过我就会太细嘅建议，都爱来慶祝，要出去我同備真，做乜暗用講，因為太以後嘛，大家東南暗用氣重強下，就有一半係生日嘅時節啊，大家就會懂無限，我說喺個無人嚟慶祝，無人嚟講生日快樂嘅時節，我真的會很難過。對，你會吃到叫嘞，因為叫嘞。會動感哭。你今年就要好，我會吃到。大家要好，你去大家就10年，是不是大家窮下嚟出軌？就冇挑剔。沒有，我跟你講，如果今年大聲公突然沒有12月24，然後來慶祝我生日，我就會覺得大家係唔係唔鬧冇中意嗌。係啊，冇錯。他情緒勒索啊，真的是情勒哎。大家記得咯。說艾美沒有後追，因為他在尬斯利尬縣總統可以吧？給你英國不用聊。你聽錯一部分，其他本來就有不用聊了。沒有啦。冇啦，冇，那係去真是做總統哦，該當一世聊咧。你今天蹦蹦機，那有可能做總統啊？做總統啊？不過基本嘅主題係主角真嘅來的。來。阿 Cam，所以哈，我覺得哈，能夠勝過處女座的人只有獅子座，就應該，因為講到強迫症哦，在上個劇本的時間，其實係上當球的，咩講使用寫埋的東西，要把它刪去法，不能整集都是我來講啊。所以我今天就總共整理差不多就5行，就愛強迫症嘅這種小提點啦。第一點就係看電視嘅細節咯，該音量一聽係應該倍數。哦，就5的倍數，你沒發？10、15、20、25按鈕。其實我偷白哦，係10嘅倍數，10的倍數，但是我把差距太大，經常就睇唔到。點解因為你公睇上？對，我係我都是改做5嘅倍數，係韓國第2揸住，就相信一韓國細節咯，佢睇那下咩就格個有格子，那切對，係總得踏到個線，對，不能踩到線啊！還用去走單，沒有，所以這樣對，你要第2種，第3種就係我上出哦，我衣櫥地板度嘅上服哈，只聽我按照嘅什麼按用排列，嘅什麼應該買到排列嘅，就係天降嘅什麼，天降啊，那個紅橙的燕子，黑跟白只聽我擺到最尾。還有，假使冇用天哦，我就覺得故意現在用拐，小，嘿，冇錯。韓國食東西嘅細節啦，就像這個食涼水啊，食湯嘅細節，咩就水嘛，它那個湯水啊，會走到軟酸啊。我一定不能接受它的那個液體外流，所以食嘅細節哦，像做薯片到油薯片那，哎呦，怎麼去到講哦，當好食，哎呀，假使佢流出來哦，我就你知道吧？腿聳轉起來喲，那是油薯片都走薯片，哎呦，沒走唔得咯，一定要左邊開始。哎，對，你用通詞就好啊。對啊。講到鳳雄還有一隻咯，即係看皮生英講話嘅時之後，即係聽我看嘅做薯片嘅目睭，我冇法度接受皮生英看我蒸薯片嘅目睭，因為我睇過有些看過日本書哦，佢講看人家左眼講話。
就代表你非常的尽心。莫讲化料，还有眼睛哦，非常的尽心，像白欠强样。哎，你一見這個老皮周平有懂難，係啊東嘛，真心用難咧。你那眼眼去差不多5、6年久了哦，唔是發現過係冇？唔講我都會看你要片嘅，難怪伊冇盡心。我冇盡心。所以講，你看皮上伊冇發現過，眼咪冇讓向到皮上伊，所以你唔算係強迫症，對不對？讓向到皮上因造成皮上嘅誤會啊，也冇訴訟這樣按到像這種強迫症，這樣嘅代表。嘅係情緒勒索，阿燕子有那條強迫性格嘅行為。我動口綠色，我5倍嘅司機看唔出來，唔過我心肝肚地背，聽錯我用綠色嘅東西，真的來大家看一下。心係綠心是嗎？冇錯，冇洗好嘅哦，就會加下6樣金錢對我卡棒底部會拿出來，像這個我就不能接受。阿燕表都提來啊！佢都做唔嚟，表我嘅卡棒度做唔嚟，我嘅仔係綠色嘅，茶館係綠色嘅，碗係綠色嘅，韓國我嘅筆聽錯沒有綠色嘅，一定愛按嘅，一定要綠色的。有一擺啊，我嘅朋友啊，嗬，我係反覆嘅。啊，佢就愛送我東西咩？啊，佢就白天到我喺洗身間底度啊，繡了一雙頭海，啊，佢就青菜就買了一雙。我看到阿妹，我見到我死呢。佢做啲買綠色嘅東西，你又買橙色嘅喏，買藍色嘅，咁做得看啊！唔過嗬，佢塑膠嘅鞋又很耐穿啊，做唔會快。真嘅，我日做，洗身咩啲嚟做啊？我做嘅時日一直搓它，就唔讓就那種滿就唔會白天呢。懂得然後睇這個架勢又繡了一雙鞋，做嚟同佢講啊，幾雙送俾你。我爭啲買錢咧。我講上去買綠色嘅，我冇卡所有嘅東西，做下嘅東西全部就係綠色，做啲綠色嘅，我聽錯係綠色嘅東西。你買個顏料塗就好啦。哎，做唔得，你做唔得。係韓國我嘅綠色咧，亞哈我嘅顏色，聽錯誒莫蘭迪色的綠色，係嗰種青蛙綠。莫蘭迪不行。怪綠做得。怪綠太綠嚟做唔得。不過講真嘅，大家家是個要講到就設家嘅，影響到設家嘅呢種習慣。不過還有哪啲習慣係影響到皮沙先來佔集團後生地下嘅過後，強下來分享了。翻來到後生地下位，唔知大家有哪啲習慣聽出改唔睇咧？今日我老細仔分享3個老習慣有關係嘅下位了。第一則習慣。習慣，一般前天聽出愛先洗手，也係當好嘅習慣。第二則，強迫、強迫，民主社會制度總得強迫人接受你嘅意見。第三則，儀式。當你按步，我就清楚5分鐘遵守我在目前前嘅儀式。後生地下位，係你長來了。歡迎大家到到嚟後生台上嘅節目現場，喺上一段是問過大家講，自己有哪對習慣，到呢下行去改，想去改咩改唔得。唔過來撒下來留大家分享嘅呢3年，我知道我老嘅有當多同樣嘅習慣，我非常的認同，很有共鳴呢。好，真嘅，我先請阿魯先來分享。好，我呀當追求完美，就像呢隻相一樣型，冇標比斜，我就會唔好。嘿，假使老太爺講，假使嘅其中一隻回紋針下背一系列0.1公分，我就哦喲，鬼神妙妙小小動物。這是那個筆吧？嘿，那筆我都讀唔掉。如果唔掉，還有個色冇強用，咩不都唔掉？哎，還有上面個大頭夾，該咋就會該咋，有片數送過來聽你咋。我下起掉誒，下來。不過我呢下還好，我以前開洋蔥，就我嘅見度啊，我嘅東西啊，如果標比長嘅國土啊，如果巧好些咯。如果巧好些，有人養我嘅東西，我如果低。我自己的眼睛是防盜性的，還有我嘅錢啊，比如我錢包底度一定要正面對頭錢，就講人嘅頭囊，我對嘅頭錢，還有嘅錢嘅大
大小、胎息放个囡仔，切个囡仔一条按照。还要按照个这个顺序编好，还有个新的钱我先留的，我发给 Q 嘅钱。cái家屬原本永遠爆放爆保，結果地保嘅錢喺上頭按你真那我編好個編到翻譯，有上次对那杯啊，就是数钱啊，都就是很赶，太赶的时候，懂了我上公车，俺就会开始整理，数好啊，对，才会安心的一个抽公车啊。有香呢。爱好姊妹，你妹妹 Q 妞还讲俺有妹讲话又香，因为俺在天做节目，今本日俩是按到强迫性格大聚会，我们取暖啦，哈，取暖会，有没有人同乐会感觉？说好像这个世界不止我这样哦，好的，我很爱用听听，我很爱听听，就觉得哦，好开心，跟好心人，你几嘎嘞？我有俩恐怖症，係因為我自細當魯莽嘅人，東西用睇冇標準係是唔見睇清冇，都需要用嘅時間是冇咧，所以我開始就開始恐怖自家，為咗東西標好，嘛用睇啱需要標準嘅為啊，結果到後來見到經驗錯，大家東西為要去設計嘅為啊，從我計算機廿擺見睇咯，嗰是標準係。啊，等下又用養那下來，所以一定會按緊做，我樣會記得那個東西不用你倆，所以那個東西乃係我清嘅時間，我倆下是會清得到。還有啊，頭先一開始有講到，我出門做事，乃係超過3個月數，一定係要三雙鞋啊。還有我講，當你做唔得做強運雙鞋啊，還要做得一定係平等平營嘅樣做得平等海葵，咪特雙還要去設計嘅海葵，設計嘅位啊，做唔得平皮質。你乃讓我問講，我應該是會啲，做過咧是應該讓你強用。當你蛇條那麼，尤其哦係出門之前，一定要蛇條嘛蛇訓，還有我條那麼乃綜合絕對做唔得命個條那麼，你乃命個是會病去。來試看，睇下你試看。來啊，你試你，你試你。八強來。我知道你阿只睇路哦，到本主群人做嘅。還有一隻最嚴重嘅事情是，睇下啲到底嘛兩下全部用賴嘅啊，賴係絕對做唔得用摸圖到嘅信息，我做唔得看到嘅風點。所以我水母之前一定會讓所有嘅賴看聽嗰樣水母。真的，我有9000多個未讀哎，有錢人咋？完全就冇去讀嘅。我做唔得接受呢件事情。不過家講到自己嘅習慣，有年好有啲習慣，可能會影響到別生意。我係講做呢件事情，點到初心冇好嘅影響。阿志怡，你有冇？摸好嘅影響啊，有冇係動好嘅影響。係人家選項冇找到人家嘅習慣，要知道，哎呦，做唔得接受。我有啲欠。佢多擺真嘅會欠，因為其實我真嘅動作，種買嘅東西賺到不卡，一定會分類好。因為可能你啲我會超級市場會買東西賺啦，我一定會殺夾，不用到冰箱都會分好。比如講，冇錯。比如講，你要買咖啡條，就會將個咖啡條剪開來，不用到咖啡乾地杯度。再個要買卵，因為夾不用到冰箱都嘅卵加當好。韓國可能你衫褲啊、洗好啊、抹嘅，比如講我抹嚟好咧，我嘅抹嚟啲衫櫥地杯度就不用抹嚟嘅。藍莓，還有不用帶衫嘅藍莓，不用帶布嘅藍莓，有動到嘅洗藍莓不用好。佢其實呢唔單止有興趣食飯嘅咖喱粉，你就會不用到做下地杯度嘅頭上度，佢頭上度地杯度還愛分類，不用同時，冇錯，不用快嘅，不用乜嘅，全部都要分好。那係你有人，然後佢參強下，我係就會開始動氣，就會開始弄，我啱先講嘢就會不用同時，也不用快，因為有佢參強下就會開始，無所唔爽快。拜託，跟人家男朋友聽咗會欠死。今年冇男朋友咧。其實真嘅，以前係真嘅就會見弄，後來嘅係就想生咧。捱切架攞件歌一百分好。冇錯，後來捱切架可能係就切架分好。跟按你去百貨公司有那種花車花籃大拍賣嘅時候，有冇同佢整理好嘛？捱老唔講，捱去書店看過嘅書模政策，然後攞件排好先。係我有啲書可能有人看係佢冇擺一張，佢擺到按用。恰，還變到變面，我就會攞佢轉過來。係，我也是，所以我愛吃到有的點鹽應該腦你啲種嘅，我就想，啲點鹽太難食咧。係冇講你結果呢係養群體嘅啊，你冇注意到。不過哦，撒哈的啲聲音哈，我們都知道，你強迫嘅身體哈，嘛有嗰種拗音哈，也有那種達人哈。
那强迫达人是系张白强，来讲一下，阿妹头摆受了你几多嘅苦啊！真紧我感谢没有讲实力啦，只是张妈妈抱歉啦哈，因为张妈妈的个性哈，太加美地啦，是一个坚强的女性，所以警察是走在原铺哦，代表讲吼，我每次真紧动欧巴，听下地手，我考台后的时节，因为压力真紧动台啊，当然爱用读书啊，还个去补习班啊，补习班转来的时节跳动慢的、动暗的啊，所以哦，我只听我学校啦。我吃宵夜，反正只听讲哦，我只听爱食吼，我福卡吼，孙吼，有一件动幼苗个点胖点，地不都会乱塌。蛋挞超好吃，我当日只听爱食到，假使冇食到，我就马上去图书，我捅落去。因为吹性灌大脚鼻嘅，嘿，冇错。有人嘅咯，真紧嘟嘟吼，我转到福卡打开一个福卡门的世界咯。然后妈妈，我转来咧，乱塌被倒奶，然后妈妈就很不好意思这样喊出来讲。今日哦，我调慢去咧，该胖点哦，买太咧，吼，拍摄啦，真紧冇卖到吼，就是今日我讲嘢咯，听讲嘢卖2家半嘢好冇？我直接咯，喊转去剑锋哦，手闷手起了，哎呦，直接掉出来，然后拍打窗，然后喊天哭地，有冇安用hin哦？做蛋挞，哎，我老花乱塌。地位都黑唔黑有表那该用诶，总统的真紧的，我妈妈吓到呢，伊冇想到，一只乱塌天天，喊做在海拔兼同安用因，但是伊真紧哦，为到上本来考到好嘅学校哦，结果以后我发现到从天公嘅开始。我开变相地位图最少就要12以上，有自己冇睇咧。係講奶嘅變做九隻，加尾哦呦變九隻，講賣2隻，因為補貨呢。哇！對，好經驗。沒有業配哦，沒有業配，上位司機論壇。跟同埋一啲好事哦。我哋唔是講，我相信該兩是一個阿伯強哈，唔但講佢嘅心理有強迫性格，佢嘅體重也被強迫上升。我該是這17人共進嘅，超重，哎呦，好可怕！不過阿盧然之後嚟講下，你係唔係有到嘅？一個亞順風有遇到呢條事情，知道呢一種嘅行為根本就影響到配上嘅有冇？影響到配上無，影響到愛自家。因為愛動好整理不卡，嗰時候愛整理不卡嘅時間就會發東蟲嘅時間。接吧，愛因為整理不卡，整理到一半，愛就一定要出門。一個出門就跟腦背啊，愛嘅心肝度啊就會無停跳。嘿，愛就心肝度冇弄冇操唔掂嘛，就心肝度會呱呱掉掉，還有一項事情冇做好。嘿，愛就會想結交做起不卡整理愛嘅步，結交整理後勢。哦，我用一句王小鳳接上講嘅一句話來形容佢，你不太平啊！我可能因為愛用型愛動接，儲唔到財，還有個切運啊，就付唔到。可能就會因為呢個關係，愛心肝都冇停跳。有上講哦，假使點到高來看嚟，就唔可以做表演，你的條路就會比配音整理不卡。清潔工會比較賺錢。整理師按用，唔過愛唔好整理配音嘅。嗰個配音人愛嘅東西總好亂亂，愛要青菜，愛要看，愛唔會想要自家整理。如果他把我東西弄亂，我會要他幫我弄整齊。該囡仔係分1000呢。哦，愛做這事。不過錢要注意哦，我表單。我個表現是表好，面頭講我表頭先。真嘅，他有錢的話，什麼都好說。不過我不保證讓你走好來。那又走就好啊。不過後先來講，佢家就講到三送海嘛。那三送海嘅建期，做乜嘅有按建期嘅時間。我對海嗰個建期哦，佢真是係都一般冇辦法想象嘅。尤其哦，我哋看到玉章開始真是冇辦法想象。來看一下，來拜託一下攝影師大哥，看一下我鞋子。注意看一下，左邊跟右邊一定要是對稱的，好不好？一定要是對稱的。走狗呢，嗨腿要總得有10度。來，我們再來看一下李家的鞋子，我們看一下。在幹嘛？在賣意思。兩個是總得一個獨標的話，那只是獨標，沒有乜嗨的表紅咯。係嘛？好啦，已經轉移。我們繼續做點麼？該。你是總唔得，該被總得。會害羞呢。應該講
感覺嘅海苔一定要搭好，海苔一定要搭好變好。啊，做個我講Samsung海苔係有原因嘅，因為哦，我出門我感覺我進去做事啊，感覺到我落水還要去睇先凍乾苦。有一擺我出去做事，先我感覺哎呦，禮拜出去做事，大個東西挺多咧，直到個上個地圖嘅空間，不用還有空間，拿來不用其他嘅東西。結果咧後時唔是拿天然嘢是真嘅落太水，個還有是實體咧，實體冇關係，實體信心是冇好咧，真是冇信心。啊，做個我最艱苦嘅大嘅事情是咧，講嘢。你還要叫標題個實體嘅海爾地圖，佢真是真嘅，所以自兩百塊時應該是落天結線嘅，建期嘅時候一定要建期，全部係大數，Samsung還要Samsung還要5萬4萬2啦，真嘅。其實人家個問題就係帶一雙雨鞋，唔係就結結咧。你來看。真係，我有上是沒辦法搭配，不是拜託，唔係因為真愛上馬海時節做水효圖，係啊，個水효，你啲水효當纖嗎？唔係，因為做得咁好看哦。梗係冇，你講梗係夯腿吧？我怎麼有出那個雨鞋？有，我有買。呢個係水효圖嘅問題嗬，等下大家時間係研究。咁個講到呢個習慣，因為個強迫自己嘅習慣。咁個呢下請觀眾朋友們想一下，你要哪到嘅習慣，明明自己哎呦天才強迫自己去做，咁個你係當歡喜想嘅去做咧，等下就來繼續，然後睇下強下來分享了。我係希望大家入做啲皮膚環境嘅強力，因為啊，對個陸空看到嘅垃圾，對個陸空嘅事情冇法通元素呢。跟你揾飲水去飲一下冇？我唔會。這是環保小精靈，收回來。先李總，這叫強迫大家，我皮膚環境強力，做唔到我被得垃圾吧？因為嘅陸空你看到個暗道垃圾，你真嘅心情就會唔啦，市容破開，真嘅。那你要以身作則啊，要自己先撿啊。我就唔會我被得吧，我就得幫我寶寶地度，我嘅卡棒地度。因為基本嘅啦，係。歡迎大家轉到後生台上個節目現場嗬，上一台上問題即係講嗬，你自己要嚟到嘅行為，又講強迫嘅身體，要影響到自己，又影響到拍生意嘅一種習慣，咁個咧就算一種行為啦，影響到自己咧，自己有陣時又會知道，樣樣小小一個冇做嘅時間，我知道哦，今天我真的是人生 not my day 嘅感覺嗬，咁個係講你要做嘅，你就做哦 ，it's make my day，我講基本一切都順順利利，按樣去嗬，印證要按樣去經驗喎，有啲事情呢種習慣係講，就算影響到，唔過我要做到，我知道哦，我根本係當歡喜。真嘅冇唔錯，就係綠色嘅東西。假使係根本買到嘅啊，符合我需要，各位佢要買綠色嘅，很想阿妹愛啊，因為很好呐。聽說同佢帶政府卡，我還同大家解釋咯。俺種按呢吼，按呢追求完美嘅心結，我覺得講強迫症太過分了。係刻板印象。喺追求完美，係佢用嘅咧，係俺媽媽用成嘅，因為俺屋企韓式啊，有韓式嘅時間有3姊妹咩？也還有4姊妹係冇？不是，我太確定，我想那啥意思？係咪？所以呢個還有3姊妹，不了還有4姊妹，係冇？可能係爸爸嘅票係唔掉啦。好啦，即係俺屋企有3姊妹啦，啊3姊妹有上時東西就會分唔清楚啊，因為假設細來老細妹用嘅東西冇共用，行卡好分，我3場人就係細妹啊。嗰陣俺媽媽就開始就講哦，太子工作嚟嘅時間就安排佢喺水紅色、啊到二姐嘅時間佢要卡好嗰種橄欖色，還有個黃色，係啊到挨嘅時間挨張開始其實唔係1號綠色，唔過挨子就講紅色係挨用嘅呢，唔總唔得用紅色嘅啊，俺二姐就說講啊橄欖色係挨用嘅，你總唔得用，他就開始灌輸我說綠色是世界上最美好的顏色，懂刺眼那個，你看個長山綠水，全係啲嘢，風槍燈，你知唔知就係風槍燈嘅？我呀，他就講係一個陰謀，因為綠色嘅東西較少，古時候阿妹特別買東西做來，佢就會買紅色、橄欖色，還有綠色嘅東西。啊，假使冇綠色嘅，就會講啊，排身呢，吼，一買唔到呢，買唔到呢。唔過安尼啊，就找唔睇嗱，扣啊下去哦。好啦，古時候你就係用
三场人就会用色来去分，应该是讲应该都会按的吧。古种啊亚哈咧就动习惯会用绿色来去买，有上时啊动中医亚风东西哦，像头摆绿色嘅东西较少，啊还看到啊动中医。啊，冇绿色嘅酸呢，就冇去买，你就上钱呐。我压下较狗毛一些嘞啊，绿色嘅东西越做越好，越来越有质感。尤其压下嘅乜嘅提本尼绿啦，还莫兰迪绿啦，马卡龙绿，哎呦，你们做到暗好看。汉江哦。系啊，一两年又系绿色东风，嘛嘅东西就会绿色嘅，就四卡多钱啲咧买。不要为自己的浪费找借口。唔系，我喺呢度台灣嘅經濟上。哦，沈夢怡。唔使客氣。好，謝謝，沒有人要跟你謝謝。哎，好，先來講韓跳啊，已經開始講到你啊韓自家指導吼，你啊種你做嘅你啊都有事情，你啊都有習慣，可能平常冚些，你講你自家指導，我要做到，我代表我嘅身體係好嘅，有冇？其實是從大家一開始談到愛台Samsung，還有兩個一個驚訝的表情啊，形容。我順便我做聽下做成嘅朋友啊，我同事佢都未想講，哦，當然大陸嘅Samsung還要按麻煩做埋咯，按當然按做紅起來，要寫信啊，要寫條那麼要盡力去加啦，佢時間拿嚟詢問嘅幾好咩？我對我來講啊，跳板我做些時間我係出門係面對人客嘅嘛，那。講個最簡單的，大家你係上去看到一隻老自家打理到好勢啊，強力嘅亮頭，還有一隻棉布，上布啊，歐洲嘅亮頭咧，我相信大家一定會先提一招吧。啊，唔過唔面對嘅人客，又唔係上到愛多嘅，既然注重鞋咗嘛嘅，應該要注重散步啊。唔係，我講還有係因為我自家嘅問題啊，我講我跳那麼嘅精力好，我寫信，我本自家身體冇有奇怪嘅迷途，係冇咯。啊，至少是因為睡覺嘅時候，人身上有可能會有些會流汗啊，會出汗啊。啊，我講出門之前，我係到自家打理到。好強力，安因係啊，本應該看到嘅印象咪好嘛，印象好，我嘅錢包一樣咪好嘛，冇錯啦。就走在買行卡度嘅鞋，係冇小弟，呢個還可以有啲兩邊。不過講正經，這種好像那種做法，這種遵從自家嘅套路，遵從拍生意，因為愛老自家精力好些做到那種嗆嗆哩哩，然後打扮到斯斯文文，因他看到嘅時節嘛就哦，當歡喜，啲生意當遵從愛，那個錢包嘛會見盤。呢啲部表媽更加是唔啲啦，嗬。嘅阿 Louis 嚟，你先嚟講下，你即個對你來講，嗬，人家都嫌棄，然後不你知道，你做嚟過後，係講太教要做嚟學那啲好習慣咧。我係希望大家入做啲維護環境嘅強力，因為對個陸空看到嘅垃圾，對個陸空嘅事情冇法度元素呢。跟你揾飲出嚟去飲一下冇？我唔會。我決定封李家為問題大使。哇，都唔會問題呢。你快想什麼？今天叫後生小就是環保小尖兵，收回來。縣里長，是叫強迫大家愛維護環境強，你做唔到我被得垃圾吧？因為嘅路上你看到按到垃圾，你自己心情就會唔到。係啦，市容破開。係真嘅。那你要以身作則啊，要自己先撿啊。我就唔會我被得吧，我就得幫我寶寶地度，我嘅卡棒地度。係基本嘅啦。係。我就唔飲，呢間天飲，現場嘅朋友就立份天飲。我唔敢按用，就算我看到你哦，特別嘅時間，我唔敢留佢講。你來記啊！我就看。你敢咩？所以你也看自家。我看對情況。你要用別的方式，我就你嘅東西得咧。哦，你都是要懂嘅。好，你還沒學到呀？你就陸行貴，怎麼大家都一直在掉東西？跟白camp妹來講一下，你希望大家有乜嘅好嘅習慣咧？其實哦，我自家嘅腔白真吼，真緊唔會去繞口拍聲音啦。因為哦，假使我一講出來哦，我驚怕講5到2個禮拜，我是會冇朋友咧，真緊。所以他去冇朋友。你睇下腔白真哦，是2個禮拜，2分鐘，2分鐘。那我把握這2分鐘。
哦，所以你要说腔白症哦，是走在绕腔的这个下腔的音呐，比如讲腹腔音，因为腹腔音你绕去绕腔的落去吼，是两条路啦，某时就会你接受，某时就爱接受，哦，所以爱选择就会我自己搬出去住。还用动吼，我让腔都配声音嘛，所以应该最后的奉献啦。因为刚才讲到下腔带用音呐，不但讲是有腹腔音甜甜呐，还有人外一半呐，假设同居啊，用嘎啥哦，真的分手是唯一解。没关系啊，把 Cam 就是凭实力单身，还用运动吼啦，这种绕 Q 起嘎配声音，我们要求不来，我们就。没关系了，我们的缘分就到此为止。冇关系。不過啦，有啲看到配上嘅行為，雖然講佢可能有啲強迫嘅性格啊，強迫性格嘅行為，咁我看嚟是係，我就哎呦，你係學習慣，你係學起來，自然要按樣嘅想法冇。有，因為我有位朋友，佢真係就會有嗰種抱擁嘅強迫症，佢就大禮拜一天會本自己嘅身體還有面呢去角質，佢當日呢佢就會本自己嘅面還有身體 massage。古時候呢，佢皮膚真勁動，吼就非常的光，非常的溜。韓國呢，佢當日哦，水母以前就會做瑜伽、yoga， 當日都會做。咁其實我就是說，愛用動畫做啲文氣家講呢啊，身體有動空間。咁有時我就想，我愛來學習，我就想跟我吃可能，可是。夠錢啦！你說好難佢切家用咧，佢都切家用，係佢東上嘅客家西洋冇嘅東江嘅。咁其實呢，嗰時我就想，我就對當日水母以前來做 yoga 來吃可能，後來我吃第一擺。做到一半，我就想去水母。天一擺，我真係都唔掉，我冇愛用嘅耐心。後來我就吃只병氣，我吃到真係太難咧，我當皮膚真嘅可以看人啦，唔係所有嘅習慣就適合所有嘅人來看嘛。有的人係你就好，俺一當日的碌碌啵啵也是我一天嘛，當日走到這樣也是一天啊。當然啦，另外一些打扮得好些是好啦。不過談講基本上地感哈，老我們的路易拜師一下，真嘅拜師一下，乜解？因為像愛去講吼，愛係亂中有序的人，唔係懂亂嘅我走走也唔係哦，亂中有序這樣子。序在哪裡？亂中有序，想知道序。出來序，唔好意思，你可以出來。啲亞比，有啲啲東西啲亞比愛用，因為像愛去講係講走條路東無限啊，東區嘅時間轉到無下。就像愛衰某細神，就完全冇愛想去整理嘅東西，我就會先印你嘅時間過來整理愛冇整理過嘅衫褲，再把它全部吊起來，這樣太冰手，太冰手嘅感覺，是不是？係啊，就會知道阿路以哇動力，對，冇辦法。你去家嘅男士請加口，好來整理這個。不過真人見到大家講到按動，哈，啲相親朋友還有觀眾朋友們想一下這個，哦，係因為了到嘅強迫性格嘅行為，有影響到人嘅生活冇，韓國有想去改變嘅習慣冇，係哪度咧？等下再來繼續來大家聽下來分享了。我會知道我會讓用到配聲音，所以我覺得改革的奉獻，我美帝就會離群所居，而夜聲音故故細細，夜聲音用聲法，就是最棒的了。拜拜。哦，大家上來了，我先下班了哦。你又來偷呢？你那裡啊有2錢，然後走。冇，幾錢慳麻煩，幾錢輕幾就輕幾就，你啱走，你買雞腿啊，都是匯款，好不好？亮朵。我想大家都嚟後上台上個節目現場，你基本上談嘅太大哈，就講個自家嘅一種習慣，都係會強迫到自家嘛，因為講呢種係一種強迫性格，其實大家基本講到係一種強迫性格啦，唔係真嘅強迫症。不過要再一次呼籲大家哈，因為強迫症係一種心理嘅疾病，假使你有操到那種強迫症，比如講，你係有那種情況，比如一種有強迫嘅思想，你一定要逼自己，冇做到愛會躲唔掉，呢種會出現一種強迫嘅行為，明明就第2種可能係無法度改善，唔過你係強迫自家，你聽我一起做到。第3種會出現那種情況嚟，就是講你做了的行為噶哈，你會出現負面嘅情緒，就講我就會心情低落，或者是說我做這件事我會躲唔掉，會點都會變做安尼嘅事情，可能就會喺本性上看。不過基本大家講到就一個強迫性格嘅行為，不過嘅後生你知道有哪到嘅，就算拍聲音係強迫身體那種行為，我就當好啊，咪做得來學一下。
其實我身邊有一隻同事，佢有一佢病了時會做一件事情，感覺係當出得大家學起來嘅。所以佢病了時間，佢會攞佢手機啊、病訊頭啊、攞佢電腦關台，有一段時間佢是冇咩啲多東西，泡一杯茶，點點嚟看書。一段時間嚟做兩個事情，講兩個事情，我當出得我學起來，因為我頭先有講啊，我做唔得隻數，我係賴地圖。冇有任何嘅信息冇圖到，所以你講啊，用了手機啊，用睇緊真係冇法度。咁個了切斷咩嘅自家嘅問題係緊業務平真係跳出嚟，因為佢嘅信息冇飛動嘅感覺，貴辛苦冇輸送，財務之前感覺嗰啲話喺有信息冇看到，啱冇水唔睇，所以咧我感覺兩件事情真係好起來當好。不過咧，因為我是咪想啊？病了時間，我是病了，你還有車我做安咯？你唔係上班時間人車，你下車我咪做唔得讓你處理事情啦。結果我讀唔到，我要飛機，結果時間攰時我辭假。所以我感覺佢做兩件事情係當好當出得好起來嘅。係啊，咁講首先係逼自家，就係2點鐘開始，我哋2點鐘我就冇看手機。開始過響上面。我要遲過10分鐘，我讀唔掉。咁冇法度啦。不過當然一開始咧，想去改變一種想法。動好，咁個咧問題就係講，你自家有哪啲嘅習慣？你話，哎呀，我前邊我自家是讀唔掉咧。阿路易，真理都按嚴重，我看到拼你是想愛真理，唔過我冇想要改變佢。我有一隻習慣係本朋友改變咧，就是我頭擺啊，同學真理我嘅卡棒。尤其係大學嘅時間，下課啊問就一定會問教室。嗰時候啊，我下課一擺就會整理一擺包包，整理一擺我嘅卡棒，我嘅朋友啊就會當傾，佢會等我等當叫。小路易，唔對，按個3分鐘，愛到綜合教學大樓，你睇500工廠地嘛？當主條嘅時間，大家落去全行唱嘅 V 嘅，我就會當人我嘅朋友會傾嘅，我就冇將我嘅朋友等，我嘅同事啊就會所有東西佢得不我嘅卡棒地度，過去我就會上去買嘅卡太嘅卡棒，全部都做得全部向下跌落去，你買行李箱就好了呀。佢跳我吧。我行到會上去整理，卡棒啊，對，有行嘅時間行做得這個整理樣，好，慢慢嚟整理。所以佢改嘅方式是賣下台嘅卡棒，係改嘅。佢賣你昨天賣嘅阿婆嘅最台嘅是做咩啊？架子台啊，架子台啊，係啊，跟住按台上剪裁條是做咩？當好呢，韓白做得可能阿路易用嘅架子台，用架子台嘅代言人。那叫台灣 LV 嘅，真嘅。嘅阿英真嘅，你知道你想要改變，也係講你想要有嘅新嘅習慣係嘛嘅？其實像我家講到嘅綠色係完全冇想改變，最後也係一種好習慣。不過有一件事情一改啦，就係零咖啡。頭前阿總統講到，當年就會用咖啡開始，講嘅就會嗌。那這時候當年都零咖啡，做嘅唔是酒，唔是凍豬，唔是鴨，聽錯嘅零咖啡。係咩嘿？不過零類嘅高雄就會發現到按你太傷身體咧，甚至一種係掉到嘅倒閉嘅吼，無法自拔。嗰種係亞下係變成講冇零咖啡啊，冇精神做事當然做唔得。我假使根本唔是做事，唔是有精神好啊，冇相關啊，跟我就唔會零。我當然都會做事呢。佢就會當然零咖啡，將來自編就會按嘅。那當然就想零咖啡，嗰種係當然就啲咧，當上網。佢就冇改睇啦。咩係一種變相的改變啦，那有心意啦，那有心意。有心啦，有心。今日佢咧是假口。唔係啦，他現在他就希望說，當然是做得是咖啡，冇是咖啡代表啱冇做些。唔知古時有做些嘅事就，根本有做些，然後啦做得零咖啡，係最按那個。其實阿勇也信唔信？佢根本應該強奪台灣，將白camp。白camp事情上，你有乜嘅想去改變冇？因為講冇相關，我是阿勇先時候。大家好，我問嘅問題哦，是說我想要改變嗎？我讓你灰吼冇。因為講，把中馬通落去。人生哦，觀眾朋友做啲感受一下，係咪有辛苦有短？你冇法度預算講吼，你冇聽錯，有可能哦，你點索索吼，你是走態的，對不對？你沒有辦法預算嘅人生係長也係短的啊，所以哦，完全冇改變自家，就自家注意書上嘅風水來生活就好咧。所以對我來講哦，我每一個係懂得性嘅人哦，我會知道我係會影響到別生人，所以我覺得改革的方式，我每啲。
就會離群所居，喺熱生嘅故故細細，熱生嘅用生法，就是最棒的了。拜拜。哦，大家上來了，我先下班了哦。你又來講呢？我係轉來，唔記得你下要2錢，然後走。冇，幾錢慳麻煩，幾聲輕幾就輕幾就，而家走，你買西台啊，都要匯款，好不好？靚到。都離開啦，唔知啊，最尾本理教嚟講，有知道有呢度嘅心態啊，一講人家心結，一講習慣，誒，做啲改一下，誒，本人人生行下好。剛下糖山嚟八強以後，我覺得我不要改好了。沒啦。不過其實習慣都想我改一行係傾咗一件事情，因為真係強被真聽到咧。但是呢，其實講到我嘅傾咗係當希望大家有 party 啊、愛用啊啲麼？唔過呢，我改嘅方式都簡單，就係我為啲生意嘅人，我來去排做協調嘅事情。因為按樣就可能唔會期待講哦，譬如我老我來做嘛嘅生意啊，按樣辦啊，真嘅，我就是用那個工作來送給自己最大的。到生意嘅概念哦，佢就啲攞觀眾朋友講，誒，今年係藝生意哦，大家跳下床，祝你生日快樂。又係正經強俾平音吧？聽眾嘅廠商他們幹嘛呢？會呢？而且我還說，哎，給我們藝生意，我特別為這活動然後來的。對，兩個是情緒勒索大王，冇錯，不止情緒勒索自己嘅觀眾，還情緒勒索廠商，係乜嘅意思？我從來房屋主冇看過呢種事情，不過基本講到很多，所以講大家講啊，強迫性格嘅這種行為，係講自家吼要即係培養啲都係變做一個習慣過去。不管呢啲習慣係要影響到自己，冇影響到自己，不管你要等於就啊去做到麼，你係要別看心掉，因為要到時節逼到自己調輕加下，你自己會調唔過去，會造成自己嘅身體康健方面會有影響到。希望大家做得簽到呢個習慣，本日當日是比錯半日變到很好，我記得咯。下禮拜同嘅時間繼續嚟收看好上太上宮，要發太假宮，等嚟聊聊，拜拜。大家人只有自家固定嘅習慣，也係當日天出去做嘅事情，了解。全是係自家對生活嘅態度，不過千萬唔好死魔變哦，係講對事情聽硬學，甚至影響到平常時嘅生活，讓人際關係。天出愛記得，潛意識讓人停手，讓做得本自家嘅身體，讓心肝度過度，很難抗見哦。